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。打拼的人，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。你的死囡仔！终于好你，别叫好你，小魔女，不是你。都是你的老代志，要把送去要来收场。哼，差不多啦，死好啦，你继续恶求恶报，你要点去。既然你生也无想要还，那你我就成全你，送你就生你还。哎呦，顶真的啊！啊，为着你吼，害我花想安尼走偌忝，你知无？哎呦，我迄上次较紧，较彪的，彪的。臭回收，但我日日想要插一卡心。哎呦，莫安尼啦！啊，我安尼这老花想吼，好心煞无好报，我若慢来吼，唔知要搁加死上几落个哦。嘿，我看安尼啦，看我的面子，暂时双方休兵3天，有代志3天后大家才搁来切，好不好？嘿，啊，无你即摆讲这什么话啊？啊，休兵3天，啊，你是有法度无？啊，若我当咱拍袂共讲啊。顶真的啊！参咧有法度无法度，你点点啦，这就阿燕来裁决啦。丁姑娘，救人较要紧，等来萧姑娘的伤若是好，我就搁再来。好，我等你。好，那讲好，咱紧来等，紧来等，行。女心外向，敢讲素琴已经将我的想法甲计划拢讲互因知影。素琴，感觉安怎？我感觉即摆好真济啊。对啦，啊小燕因的，你假讲小燕，我问你，是毋是你出卖我？要若无，因是安怎来遮闹代志的？我无，阿姊，你毋通误会啊。那呢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甲小燕做伙倒转来？阿姊，我是去求小燕，莫搁找咱的麻烦，大家化敌为友啊。化敌为友？素琴，你实在是太天真了。可是讲小燕，伊若真正是靠传大强，可是讲伊若真正带念军心之意，那呢，伊是安怎会带领大兵，攻入京城，杀死你的父皇？害你百姓哀鸿遍野。阿姊，你唔通叫我袂记，本来俩将我交你请用，其实伊早就疗伤的到，我若会即落下对，你若对，伊应该有这种下地。呀，你哪娘呢？伊这么善良的人，结果去下场，跟你阿爹同款是遭受惨死。所以讲，我阮小燕，我一定要替你阿爹报仇。
阿姊，其实莫阁讲，我甲小燕已经约好3日之约。到时阵，你要听我也好，你唔听我也好，我甲伊绝对是要拼一生死。阿姊，阿姊。那现在讲起来，这个萧姑娘确实是一个真明理的人啊。可惜伊迄阿姊做人就无遐尔好。我实在真担心，伊替我受伤，即嘛唔知安怎。这免烦恼啦，好人吼，佛祖一定会保庇伊啦。迄无一定哦，我感觉即马吼是好人较早死，啊若歹人哦一定拢食饱哩。真的啊，你若讲安尼，我是讲安怎？好，怎会收哪会收？我甲你讲啦，我顶真的哦，无你这种哦无情无义无义气的朋友啦。定真，顶真的啊，莫安尼啦。你今仔日若对我有啥物不满，你做你讲，我绝对吼，互你有一个合理的交代。好，这句你讲的哦。好，你实真可，你知无？我即届去哦，会当去甲歹人掠着呢，拢是你害，你知无？吼，你实足无情的吼！啊，我去互害中间，你无来救我，吼！啊，你反倒转，搁救掉咧！你这种人哦，实在无使讲，我对你这样，我就足丢你了。好啊啦，顶真的啊！回想我今日若是无重情义，哪会连夜奔波替恁解危机？你免操大伫遮假义气，我顶真唔相信，无你敢会走袂离？定真的，即阵若毋是保一禅师，我看咱就惨咯。都对。所以讲哦，我上介意的就是阿燕吼，即种做代志安尼实实在在的人。你咧操蛋啦！什么实实在在？我问你咧，你乃无头的一工约3工？系啊。啊，这3工是啥物原因啊？哦，我都知咧。你这3工想讲吼，要倒转你的回想庙，你就惊死对唔对？啊，你头个迄个骨架骨头，啊，规个人你揪起来为唱的，对唔对？天真的，保济禅师毋是迄款贪生怕死的人。沈公主，你讲了唔对，顶真的摇着3工吼，拄拄啊，互我有时间转来甲行城，啊，秘带我迄庙内啦。哦，你看，我有教嘛，我对对。啊，你看，啊，无影无只腰甲较对重，嘿，啊，你骨架拢总说出来吼。定真的，保一禅师，你3工之约，我看另外有用意哦。这免问。到时你就知。啊好，顶真的啊，我今仔日互你笑，互你拍拢无要紧吼。3工后你也甲我回信的哦。你若无甲我回信的吼，换我就唔插你，我爱甲你做媒人。到时阵，互你这世人哦，过无暗。我先说。你嘛讲啥物话？吴独仙啊，你有看无？伊讲安尼，你哪拢无爱出声？我是要出什么声？哎呦，啊你是真正真糊涂啊，假糊涂。伊讲我嫁袂出去呢，人我要嫁呢。小姐，你的保药甲你订好啊？你讲，等下我再吃，我就是要出去。小姐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去找别人，要交代一寡代志。你要去找白兰花哦？要毋过你的伤还袂好，有啥物代志无你交代我去啦？唔免啦，别人会住的所在，伊无爱有人知影，我家己去就用。要毋过我袂放心，无我陪你来去好无？你免遐尔烦恼啦，我随去随倒转来。对啦，等下你着倒伫眠床顶，见做是我，唔通互阿姊知影这件代志。哦。皇上，咱进来去。哦。小燕虽然答应我要替侯玉帅洗清的冤枉，不过我嘛是要操清楚。
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爱分小牵连。声落好照空，音乐照点三位，你死几个？来呀！来，趴死！好，你这回过来上界拄好，紧甲军官斗掠这重犯，斗掠重犯哦。系啊系啊。我会看书办事啦。啥物看书办事，军官这个原理何厉害？白听，白兰花这个案件到阮处理着。哦，是，叫他准备，叫他准备。奇怪，是安怎惊城的人，拢遮尔啊关心这个案件？安尼啊喂，安那晓，是有对毋对？我是来想，遐小姑娘伫咧讲，白兰花伊是一个英勇好汉，为什么我拄则那对伊的身躯边披出一尊兰花旁呢？啊，这较简单，免大嫌疑，后面紧甲显起来就一清二楚啊！你咧，人家的后面，就是我也有知影伊的身份。咱家属若无受伊的引准，为着好奇，安尼未免对伊歹势。正人君子。安怎？别人咧，有较好无？我哪咧遮？啊，就伊抱你来啊。是啊，白兰花你，多谢恁的救命手。免急，即摆还佫元气未恢复咧，小困咧。袂用的，我若无离开遮，阮阿亲若知影讲我甲恁斗阵，迄找恁的麻烦。免，唔免烦恼，老花伤自有拍算。听有啊吼？安尼你敢还佫唔知影伊是啥物人？老花伤吼，出来外面绕一下空气咧。是的，互你慢慢讲。小姑娘，原来你就是白兰花。哎呀，你瞒骗我好过。小公主，我有苦衷伫。唉，这拢是我害你的，这会互你依着白兰花的身份来伫咧劫富助贫，救遐贫苦的百姓。也毋过你放心，对即马开始，我会倒去接近遐百姓，听因的心声。多谢你，我听你安尼讲，这是百姓的福气。你是一个好皇帝。你哪知我的身份？我是白兰花，朝廷的动静，我当然会注意。我听人讲过，桃花坞迄个禁地是较早先王所允准的。你也姓萧，敢讲你甲我有啥物亲情的关系？你莫阁问我，我只是一个刚好你处理的。敢讲？哎呦，早问晚问拢共款啦。明仔载若见面代志，就知影你哪安尼。咱算出来伤久啊啦，咱若想忙转去吼，若去互顶真的迄只好爸母撞着，我这个老花伤就搁去互北皮地粗坑啦。好啊啦，你莫咧行来行去啦。啊，皇上哦，一定有啥物代志，唔才会甲保济上司出去。放心啦，袂有代志啦。嘿，哪会来无代志的？迄保济上司哦，伊昨暝初阮袂使阵都无倒转来呢，一定就是去风骚啦。啊，若无啥做，伊哪无咱两个对。
哦，顶真的啊，尻川后咧卖皇帝哈。啊，卖是安怎？来，我是禅师来，来，我要问你，啊你昨暝哦，甲我妹婿带去倒位啊？是安怎拢无倒转来？做啥物歹代志？讲。无啊，我都带伊去找白兰花啊。啊，想影无？你会知哩啦？迄白兰花哦，生做咧白包包啊，又明明是人外古水外水咧，然后皇上讲要带伊入京，啊，讲要带。好，袂使，啊，你既然忘恩背义，好，我要倒转甲阮小妹讲。我要回京讨救兵，叫阮一家来论清。禅师天茶惊火冷，春心害死阮义兄。是伊伤过火负性，挑工互伊气袂停。禅师口业莫乱种，五人家庭做袂轻。讲笑，讲笑有限度，甲遮倒吼。皇上啊，你有感觉奇怪无？这个县令阁敢若袂输会安尼未卜先知，是安怎事先埋伏伫遐派重兵要来掠白兰花？对，这我嘛感觉其中有问题，咱必须要将这个案件给抄清楚。啊，你即摆咧讲啥？啊，我听到无啥啥拢听无。哎呦，我无讲，你要哪听有啦？爱知呢？来，其实啊，白兰花一个是劫富助民，另外阁无代无志出一个白兰花，就是会杀人的。要是我出两个无大吉。啥物啊？黄玉山迄个案件要要定审无？啊，这都结案啦你。迄叫啥物案啊呢？迄我是无是听人讲的哦。白兰花啊，伊就是知影讲何玉山是冤枉的，所以伊才会提灵牌，啊，才会甲何玉山甲伊劫走，你知影无哈？我管令，死犯被劫，你要负什么责任？你知影？我知，下官开始。吼，你知影吼，啊知影你阁有救得着啦。啊，规期哦，我阁互你一摆机会啦吼。啊，我听讲哦，这何玉山这是冤枉的，伊无遐讲害死亲夫啦。啊，你吼这个案件搁再定审就对啦吼。啊，我讲你来听哦，啊若无你阁有搞条命哦，我共款都互你无搞命了。好，弟子知，弟子知啊。我管令，好，起来。是。阮阁有真重要的代志要问你。好，你上好是老实招来。你做你问，我知影，我拢总讲互你听。安尼上好。啊，昨暝白兰花去的所在，啊是安怎？你哪会早头去遐收掉咧？是安尼啦，你自从这婚约杀透过了后啦，啊我今日去加上就害迄缘故啦，啊所以我才派我的官兵去甲保护啦，安尼啦。吼，啊你都遐真厚吼，啊你会晓收，啊收来收去，含你本人家己，你都去就收着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毋是安尼啦，我是拄好吼要去引导我的官兵，啊啦遐拄好去拄着白兰花哩，啊白兰花吼嘛是互你朋友带走去啊，啊我即马是讲吼，你等下快当时你交互我，啊我较来处理吼，这也做婚约杀的案件对无？白兰花身负重伤，目前无法度开口，等伊的伤痕较好，阮自然会甲送来你遮，互你审问。好，是。我决定，白兰花既然敢冒着性命的危险来救人，伊就无遐简单，把好玉山的下落讲出来。你上好吼，是甲较认真的，到时阵吼，若审问的时阵无犯人，你的罪是袂轻的。是，我知。
把小燕落来为这个冤冤做一了结。我知影你真想要帮助伊，也毋过甲你结果，除非你将我杀死，也若无，我保证小燕绝对无性命行出头啊！哦。心肝好歹天拢知，一念之差招祸来。劝咱心念毋通歹，念念为善才应该。目睭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会变魂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演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，爱分相牵连，透过山